有一种球霾菌，若准画着呢，这镜头甲感冒是真常，主要是伫咧美国西南部，也是讲中南美洲是较看会着。也若台湾即几冬来，这境外入来的球霾菌的病呢，是有增加的趋势。虽然讲这人甲人之间是袂相话，也毋过一管数呢是提醒民众，若准去到风险较悬的国家，就爱来刮喙暗。 民众出国耍含做工课的人愈来愈多，这几年境外入来的球霾菌病例嘛增加。台大病院指出，2020年到即马已经有13例，对2024年开始有明显的增加。疾管署表示，尤其是去到较大的国家，像美国的西南部、中南美洲等等。 含山谷、山毛这款所在，得到球霾菌的风险会较悬。那如果回国之后有类似的症状，像是发烧、咳嗽等等的话，就宜请务必告知旅游史，让医师可以及时来做一些检查跟诊治。 医生表示，球霾菌袂人传人，是透过空气经由细菌感染的。台湾目前无本土病例，但是球霾菌甲流感等等的症头真相同，提醒民众有袂爽快，就要去看医生。嘛建议主动提供家己的资讯，包括职业去过地、和接触过的人等等。会提醒我们的国人如果有去过这些流行地区，像美国西南部这些地方，那回国后如果出现一些长期咳嗽或者发烧的症状要就医的时候，那就应该要主动告知我们的医疗人员有去过这些相关的地方。那这 TOCC 还是我们非常强调的一个对于我们临床判断很重要的资讯。那如果非要前往这些地方的话，是可以建议佩戴这个 N95口罩来做预防。那如果当地正在出现像是沙尘暴这种大风沙的时候，那建议都待在室内哈。台大病院特别提醒有糖尿病、慢性病甲有心的人。 得到球霾菌爱特别注意，过去嘛是有因为球霾菌死亡的病例，疾管署嘛提醒民众，有去高风险的国家就要挂喙暗。记者陈心彤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